你個仔突然摸我隻狗個頭，我隻狗何嘗唔想咬翻你個仔一啖？啱啱喺商場幫手處理咗一個意外，一個小朋友突然間摸一隻唔識嘅狗，俾隻狗咬到好嚴重。喺狗狗嘅世界，由上而下突然間出現嘅手係極具威脅性，等於一個陌生人突然間行過嚟兜巴星埋你度。冇問過主人隨意讓你嘅小朋友去摸人哋隻狗，呢個行為係極度危險同埋極度唔尊重同唔禮貌，顯示你冇家教。出咗事之後，你怪人哋冇教好隻狗，其實你有冇諗過源頭係你冇教好你個仔？正確接觸狗狗嘅步驟，第一步就係問主人可唔可以摸。第二步，等主人同意咗之後，俾狗狗主動接近你。如果狗狗唔想接近你，就千祈唔好摸。第三步，唔好即刻摸狗狗嘅頭，應該由側邊或者頸部慢慢摸上去，減低狗狗對你嘅敏感度。我想同你哋講，我知道你或者你嘅小朋友係出於好奇心同埋友善，但係你嘅一個疏忽，有可能造成一個無可挽回嘅悲劇。我隻狗唔係公共設施，唔係隨便俾你摸，佢有佢嘅情緒，佢會恐懼，亦都有佢自己嘅底線。你唔尊重生命，最後出咗事追究責任已經太遲，所以清楚閱讀狗狗嘅情緒表達好緊要，保護你自己之餘，仲會保護到你嘅小朋友。我準備咗一份狗狗身體語言嘅攻略，留言語言，我即刻 share 俾你。